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8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咱台湾买莫德纳疫苗，今下晡搁再送24万单到位。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第三批应该袂等上久。各地头拢发生到大人做疫苗了后出现死亡的问题个案，指挥中心表示讲，目前案例拢甲疫苗无关系。咱国内10大死因甘正排第1名已经是连续39年啊。另外，今年死亡率有降低，可能是接洗手挂嘴癌的关系。讲到咱台湾甲药厂买505万单疫苗，莫德纳疫苗，今仔日有送第2批到台湾，这回有24万单。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讲这第3批应该是袂等上久。另外，美国国务院亚太副总卿费德韦表示，送予台湾的疫苗伫短时间内也会送出去。也有讲到，美国总统拜登捌讲过，要甲徛同边的国家来合作，打造一个疫苗库。台湾在这部分确实有大工生产疫苗材料。载着24万剂莫德纳疫苗的华航客机，18下晡4点21分降落桃园机场。这是台湾向药厂采买的505万剂内底第2批到台湾的莫德纳疫苗。指挥官陈时中研判，第3批应该袂等伤久。第1批先到15万，好，那今天又到24万，好，那我想大概也不会很久，那第3批也会来了哈。看这2天哈打的一个情况，好，打那个 AG 的情况，然后做一个适当的调配。依据临床的经验，陈时中指出，莫德纳疫苗保护力达到94%，而美国进前答应会捐赠予台湾的75万剂新冠疫苗，什么时阵会到台湾？在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听证会真受到注意。参加会议的美国国务院亚太副总卿费德韦讲，美台双方正密切地合作。And in very short order, we do expect to have those vaccines on their way to Taiwan and hopefully into people's arms shortly thereafter. 主席马基搁在问疫苗是不是可能在几礼拜内底送到位？费德韦讲也可能搁较紧，也搁无法度提供确切的时程，因为即阵要有几个程序爱完成，来确保应符合台湾所有的规范。除了美台双方的合作，是不是也扩及疫苗的大纲？费德韦认为，台湾是有这方面的能力。As you know, President Biden has made it clear that America wants to work together with its friends and partners to become an arsenal of vaccines. Taiwan does have capacity in this regard. 去年我们这没有进行 mRNA 的一个代工商谈的事宜，是因为那时候国内这样的一个技术平台还不成熟。那现在相对我们的研究单位都有相关的一个技术平台。那现在是谈这个相关 mRNA 的一些代工的一个时机，那我们会努力的去谈。日本捐予台湾的124万剂 AZ 疫苗，无后批动者之一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接受日本的广播节目中讲到，台湾是日本的重要老朋友，提供疫苗是理所当然。咱外交部表达感谢，台日的深化友好的合作伙伴关系。记者综合报道。讲买关疫苗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18日面册顶头表示，希望会当甲蔡总统来见面授权福音。也因为台积电有申请讲要做伙来关疫苗，总统蔡英文伫下晡也接见郭台铭甲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音。行政院也宣布讲授权予台积电甲鸿海代替政府去注册1000万单的 BNT 疫苗。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进前表明，是要捐500万剂德国 BNT 疫苗所要卡关。一直到总统蔡英文向郭台铭表示感谢了后，郭台铭18日透过面册表示，对蔡总统要协助英灵基金会摕到疫苗，感觉够希望，希望该见面正式得到授权。蔡总统呢就说要全面开这个绿灯嘛，如果有一些我们比较不了解的因素，有在这里面可能有一些阻拦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些实质面的讨论？那尽快让所有的文件都有了结果。郭台铭透过基金会表示，希望当面甲蔡英文报告，开出政府应协助，就看紧进入实际讨论，已经甲上海复兴讨论，应甲欧洲公司或者是瑞士复兴，或者附近的香港复兴签约，保证未有中国台湾港机意识形态证据，希望政府回应。行政院表示，台积电70也提出申请捐500万剂 BNT 疫苗，政府会正式授权2名，直接甲原厂直接1000万剂 BNT 疫苗采购。这1000万剂的疫苗的交货期，将配合我国国际疫苗采购交货的情形，以及 BNT 原厂的产能，来共同商定。不管是台积电也好，或者这个
这个鸿海也好哈，只要取得这个德国原厂的 BNT， 它一定会进得来。至于在疫苗上面我们当然是也都希望是从德国那边来在那边生产，从德国来的。目前我想国人对这也比较有信心。但市长希望疫苗应由德国直接生产进口，行政强调企业未来买疫苗应甲日本提供台湾疫苗模式同款，甲国际采购合约做法，政府会伫关键契约当中，和制造商免责声明各承担后续工作。对郭台铭前会有民进党派系组织买疫苗，行政是后进。记者综合报道。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向政府发声了后，行政院也同意郭台铭含台积电来代表政府向德国买 BNT 疫苗。总统蔡英文伫今下晡4点也随接见郭台铭，以及着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音，讨论这个买疫苗事项，以及着疫苗买了后要安怎送给政府的代志。总统在稍早的会见上，当面那也很诚恳的。感谢刘董英董事长跟郭台铭董事长谢谢他们的热心义举，我们会穷尽一切的可能跟努力，获得更多、更稳定的疫苗的供应来源。总统也指示行政院相关部会持续密集与两间企业进行协商，提供全力的协助，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相关的授权文件。针对着民间代替政府买疫苗事项，总统府也强调讲，未来这2个单位拢会买500万单疫苗，交货时间拢是希望愈紧愈好，而且是希望德国原厂制造、原厂包装，直接送到台湾。台湾政府也会用各种管道来斗相共，而且德国政府会协助咱，替咱台湾摕到愈侪疫苗，来确保咱台湾人的健康平安。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的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88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有1个是带病入境，187个是本土病例，也有21个人死亡。为了要降低重症加死亡率，指挥中心邀请22位重症的医生成立咨询平台。也因为最近出现真侪疫苗注射所死亡的问题个案，指挥中心表示讲，若准家属有同意，甲死者破开查验死亡原因，会发30万的慰问金。新冠本土疫情继续上升，拜58新增加187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市76例上多，再来是台北市71例，苗栗县26例，桃园市6例，基隆市4例，台中市2例，花莲县甲新竹县各1例，并且新增加21例死亡。其中有3个人对确诊到死亡无到3天，这是连续第5天，一天新增加病例数在200例以下，不过死亡的人数依然是偏悬。死亡个案比较多，还是跟前一段时间的病例它大概经过一段时间那死亡个案就比较多。为了降低重症甲死亡率，指挥中心也宣布会邀集22名重症的医师成立线上的咨询平台，进行采买单株抗体药物1000人份，也已经到货会赶紧提供给各病医来使用，降低这个并发重症风险。年纪大于65岁，或者是年纪大于55岁有潜伏疾病的这些病人，在还没有使用氧气之前，都适合使用这样的一个单株抗体来治疗，那就可以让他免于进到这个重症的机会会变得比较小。另外，国内这礼拜扩大注射新冠疫苗，各地传出最侪疑似注射了后死亡的案例。指挥中心表示，各国注射疫苗了后死亡统计来看，台湾是位在中间。但是以75岁以上的老人来比较，南韩注射疫苗了后的死亡率每1万人是1.42，台湾是0.87，两者差不多。注射疫苗也是有较多好处。打疫苗它还是有比较多的好处，要不然在染疫的时候，相对重症跟死亡的比例也都会增高，而且有亲密这家庭里面一个亲密在传染的一个可能，所以这个风险也会增加。但市长表示，为了调查老人注射疫苗了后影响死亡的原因，若是家属同意解判，就会发放30万块的慰问金。同时，专家也建议，部分的个案慢性病况无稳定，天气热热排队等待也增加压力。慢性病的老人上好等身体状况稳定再去注射，免着急赶紧要注射疫苗。记者综合报道。老大人敢是注到 AZ 疫苗了后，才来过往咧，各地头也传出相关的案例。指挥中心表示讲，目前有收到25件相关的报告，其中有20件是75岁以上居民。不过经过查验，也发现讲，这死亡原因甲疫苗完全无关系。
婚姻官长张立新慰问家属，因为15自 A7 疫苗以来，连续传出疑似老大人自了后死亡的案件，婚姻17个2名老大人送医不治。官府指出，原中乡是一名80岁女性，有西药治病史；伦培乡是85岁得着癌症的男性；屏东是有一名安永县82岁老大人，自了后17送医不治。剧烈咳嗽情形下也去牵扯到动脉的血管，所以那时候他是因为就是出血，然后后面就是走标。据了解，这位长者他本身是有糖尿病以及失智，那经急救后无效过世。苗栗县有一名90岁老先生，甲一名得着癌症的老大人，自了后17身体无爽快送医不治。因果关系爱搁调查附近桃园有5名老大人的案例，已经通报是疫苗不良事件。我喊了几百次啊，都没有用，然后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消防队，就送医了。他说已经走了。台北市受死的老大人自了后死亡，台北市府表示，是毋是甲疫苗有关系，会伫法医上验了后回应。新北市是增加鼓励，对全台总共有至少40个老大人死亡，指挥中心表示，到即马接到25例相关报告，其中10例发生伫75岁以上老大人，不过还未有案例被判定甲疫苗有关系。长者在接种了新冠疫苗以后，如果产生猝死，如果不是在30分钟内，大概就不能归为过敏性休克。30分钟以后，大概都跟这个疫苗是没有关系的。专家认为，做疫苗是为了产生抗体，抗体本身未甲死亡有关系。台大医师王明谷认为，整体来讲，做疫苗是好处较济，也是鼓励大家来做。不过也认为，A7疫苗对老大人来讲风险较大，除了考虑自身状况，也呼吁让老大人做莫德纳疫苗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伫今仔日增加71个本土个案，这疫情有较稳定落来啊。市长关文哲表示，网咖已经毋是严重区域啊，也无赞成3级警戒分区解封。不过，针对毋免溜嘴暗落来食物件的美术馆、电影院，无的确会当大声开放。18台北市新增加71个本土个案，比前一天也增加将近1倍。也过将近2礼拜以来，确诊数拢维持在双位数。网咖确诊数在12行政区也是上多。不过台北市长郭文哲坦白讲，网咖不过再是疫区，也无主张3级警戒分区来解封。不过，亲像美术馆、甲电影一定会按考虑先开放。没有脱下口罩吃饭的先优先的哈，所以去看美术馆一定是先开放了，看电影院也许当然不在里面吃爆米花 OK， 所以。原则上，如果要解除管制，应该是从不吃饭的、不张口吃东西的开始。台北市第2波开放，80岁以上的老人、65岁以上原住民注射 AZ 疫苗，如果地中出现血溶死亡案例，然后全国出现无啥家族减慢注射情形，郭文哲主张老人也是要注射疫苗，因为数据显示，80岁以上为着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是14%。对着台北市第2波有药数量在18已经完成83.44%，市府也算满意。10269，也就是说已经完成了上午预约量的83.44%，85岁以上的长者，因为全部到昨天已经都施打完毕。而好心肝诊所为几注射疫苗风波，市府已经完成调查报告，会送相关的单位考纪会来处理，再来送往廉政委员会审查。对着诊所注射对象无符合政府规定的部分，下礼拜完成行政的裁处。相关的行政责任，包括给核心诊所的疫苗以及好心肝诊所的疫苗的这些决策者跟执行者，我们都会追究相关的行政责任。那另外有关这些诊所他们施打对象不符合政府的规定，这个部分我们在下个礼拜也会完成行政裁处。台北市第2波疫苗注射，万一来错过有效时间，无有效会在20来注射疫苗。不过，郭文哲也提醒，因有效的尽量来有效，除了要提悬疫苗覆盖率以外，也找出稳中的确诊者，继续执行清零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伫今仔日增加87个本土病例，依然是上界多。市长侯友宜是继续要来走找社区内面的感染源，19会去到5个设台检站。另外讲到这个85岁以上老大人疫苗注射率只有52%尔。市长是搁再呼吁民众要赶紧来做，才有保护力。另外伫土城有菜市仔无进行管制，去防限制，就要停业3天。
新北市18增加87例本土案例，一天上悬出现伫中和区有19例，邦桥16例。这波疫情到18，新北市有5999人确诊，观察17例体检量4904人，快筛阳性15人，阳性率0.3%，比前2天小可下降。按过市长侯友宜要找出社区的黑数，这些黑数不找出来，我们的社区传播链永远没有办法截断。6月19号。我们五股机动筛检站又会正式新的成立，所以我们的筛检站是越设越多。侯友宜指出，开放85岁以上的大人做疫苗3天的整体注射率是52%，不过因为连续爆发雄死亡个案，也影响注射意愿。侯友宜也是鼓励爱自照保护力，为落实市场防疫管理，加强稽查，要求市场做到停价。府城延吉街的市场在6月18号。复查也没有通过，所以既然没有通过，我们就决定6月19号、6月21号就停业，没有经改善不得复业。最近三级火葬场火化大体数量增加，外界质疑可能甲染疫死亡人数看排有关系。侯友宜表示，火化数量确实有增加，比平常时加了2成。原来每天大概火化是50人，这一段时间确实高了一点。大概平均是63人，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的往生者。那有少部分到底他的死亡原因，我们再做进一步了解跟分析。统计新北市防疫爱心基金有3.8亿，为协助弱势家庭，新北市要提供吉南救助金1户1班。对行政授权永龄基金会甲台积电代表政府买疫苗，伊表示对提升群体免疫代志有帮助，拢是好方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劳工纾困贷款对15开放申请，目前已经有93万5千多个申请案，超过本地所设的50万个名额，甚至有风声讲劳动部要求银行伫假日时该回报申请的数量。劳动部今日驳回讲，无要求银行伫假日时也爱加班，也因为纾困贷款该审查贷款的金额也无一定符合民众期待，当时会来法庭内爱看统计资料才来做决定。疫情的期间，处理银行甲金融机构办理业务，新业制甲社交的护理者防疫规则全部拢要来遵守。15开始开放劳工纾困贷款的新办，有基层的银行员工，劳动部要求假日爱回报申请件数，定有时变款来加班。他想要了解侦办的案件会不会超过50万个。各银行业的没有要求员工办理纾困的案子周休2日也要来加班。工会是有听到说，有些银行忽然的取消员工的分流，来专门办纾困案量了。工会指出，纾困贷款若会在银行柜台来申请，也使伫线上来办理。所以讲，即阵也无接到假日加班的消息。劳动部也澄清，无要求银行在假日来加班。这波纾困的贷款推出50万的名额，开办前3天的新贷量就达到93万5千件。外团有可能随时来法庭。目前都还在持续收件，那因为我们要等到下午以后，银行才会告诉我们今天收了多少件。劳动部强调，后续要认定核贷才停止，才法度确定最后的实际疫区的数字。而什么时阵的截止受理，会继续观察收件情况，回正各间银行的回报资料，就做决定。同时也依据核贷情况，向行政院来争取预算。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经过党团协商了后暗头也已经三读通过纾困4点控追加预算。另外，国民党团所提出的全民一人发1万的补助金，成立武汉肺炎国备小组，也有时代力量加民众党所提出的国产疫苗 EUA 审查爱比照美国 FDA 公开透明化，这寡提案拢无通过。行政院长苏贞昌伫预算三读通过了后，也亲身去到立法院质疑。修正通过。赶在临时会最后一天，立法院长游锡堃18宣布纾困4.0追加预算三读通过，最后预算是2594亿9900万。这摆表决目标伫破坏现金一班，国民党要求成立新冠肺炎伤亡国备专责小组，甲8月底进行，要求经过国际认证3000万剂疫苗，国产疫苗要通过3期期中报告才允许。时代力量民众党要求国产疫苗EUA 审查比照美国 FDA 全面公开透明，不过民进党用人数优势否决。
国产疫苗采购的决策过程，还有我们 EUA 即将审查的过程，这一些关乎到国人生命安全非常重大的决策，应该要被公开的资讯，在我们的执政党党团的坚持之下，这些都不会被公开。我只有12个字：谴责政府失能，为死亡者默哀。不过，在野党对国产疫苗采购过程未被公开，表达强烈遗憾。行政长苏清昌是亲身到机场致意。纾困预算及时雨，我们全国同胞一起努力合作，能够走过这个难关。同时，因为今年我们有过去年的纾困资料，我们已经有600万人得到。我们直接拨款入账。立法院决议要求卫福部研究针对染疫死亡人每人10万块的丧葬费补贴。行政院表示尊重支持的做出决定。台湾染疫死亡人数518人，国民党立委伫3读了后，不支持会场放白菊花，夜早白菊花要去总统府要求见蔡总统。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台北龙山运销公司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8位员工确诊了，其中有9个人伫咧菜市包装中心，这2天也拢先停工要进行大消毒。也因为确诊者伫咧包装中心，病毒敢会对着菜市出货，感染着消费者呢？有专家表示讲，这几率无讲介悬，但先爱做的是找出感染源，防止社区传播。台北龙山运销公司自5月中传出第一例确诊个案，到即马已经有18位员工确诊。北龙讲，公司4楼营业部蔬菜水果包装中心所有员工117位，其中有9位感染，伫这群拢已经完成快筛加 PCR 检测。17到18 2天也先停工，加强办公区域的清洁消毒，也请同仁家己去上外笔记做快筛。特别去协调我们的上下游。那昨天6月17号跟今天6月18号停工，那1到2天，那全场域再一次的净空大消毒。那工作人员在停工的停工日，我们会再筛一次，再安排再筛一次。那希望能找出这个无症状的这个感染者。我们就是买了就走了，带了就走了。疫情严重以来，北龙的交易量已经落2-3成。有民众担心接触到的蔬菜水果或者是包装落架顶头，也有感染的机会。北龙回应讲，蔬菜水果拢是产地源头直接包装，因为工作人员并无去直接接触蔬菜水果。专家也讲，接触蔬菜水果感染的可能性无悬，建议北龙先爱做的是查清楚感染源，切断社区传播。在科学证据里面比较少有附在蔬菜上面。会有环境这样的一个传染，在目前来讲，新冠肺炎比较少有这种 case 的，所以这个可能性比较小。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赶快去做这个接触者的调查。传出员工确诊的营业部，每工提供20到30万包蔬菜水果给全联，对此全联发声明澄清，讲全联甲北龙的人员并无直接接触到这款蔬菜水果，无论是运输或者是收回这边的相关人员。拢有采取高规格防疫，民众会当安心买物件。记者综合报道。早起消基会有举行记者会，建议政府爱针对超市大卖场定出防疫指引，规划一个老大人、富人会当去专门去买物件的时段，来降低群聚感染风险。不过有业者认为讲，这拢有伫咧管制啊，这款的建议实在是无必要。超市头前排队排真长，不过排队也无一定保证买得到。你去一个看，迄个顶面物件全部互扫个空空。欧美国家在疫情严重时采取封城，为了保障弱势族群，基本的物资未欠缺，未少连锁的超级市场甲卖场推出敬老时段，特定时间只有老人会使入去买。消基会早起举行记者会，建议国内会使来学国外安尼做。我们希望能够照顾到身障者的需求。还有高龄者的需求，还有一个就是有关妇幼，可以降低他们被感染的风险。消基会建议要进行动线管理，对着身体障碍者，嘛要考虑因山顶档所在这个需求。为避免人潮群聚，建议您采取自主分流采买。
来到卖场买物件的民众认为，多数卖场有实时分流，而且平常时人数无多，因为提供特定的时段或特定的族群来消费，不一定是符合因的需求。现在没什么人，就是分流，现在都已经就是身份证分流了，应该还好吧。无障碍设施做好一点比较实在吧。我想应该是每周135为身份证字号尾数为该数的顾客采买日，每周。了人表示赞成，立卖场是表示无接受访问。即使台湾无实施封城，平常时卖场的人数无多，假日是严格来分流，应该袂产生特定族群买无物件的问题，而且搭配网络买物件也袂考虑来做调整。记者自鸿报道。苗栗县伫今仔日增加26个本土病例，其中有22例是外籍移工，4例是台湾确诊员工厝内面的人。若讲到台中的部分，今仔日是增加2例，拢是进前已经隔离的对象。另外，台中的部分也是走大生替认长注疫苗。若讲到彰化的部分，今仔日是同款无增加病例，不过有关是袂当放的。苗栗县德南科技厂已经封隔离的1400外高风险的移工内底。18个有22个人确诊，另外有4个人是台湾籍，其中3例是17个时阵科技厂内底确诊的清洁人员因兜的人。虽然科技厂逐工也是有新增加确诊的个案，不过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认为讲，确诊的人数会大大减少。主要还是被隔离的移工所验出来的的阳性的一个比例为多主要都是。那经过这几波的一个渐渐一波一波的检查，那渐渐我想苗栗的案件数应该会降下来新增加确诊的移工，包括警员电子11例、地方5例、升顶2例，另外警长、消防、律籍、甲地检是拢1例。也若台中市新增加2个个案，一个甲雾峰餐厅群聚案有关系，另外一个甲大雅家庭群聚案有牵连。这2个个案拢在居家隔离的期间发病确诊。另外，台中市长罗秀燕大声宣布，为这礼拜6开始会甲认长注疫苗。他们是属于第一线的防疫人员所以我要在这边宣布我们要开放领长打疫苗。台中市嘛传出后里一间长照中心涉嫌违法，甲无伫名单顶悬的8个人员注疫苗。台中社会局表示，业者恐惊违反传染病防治法，为着文书甲诈欺等等的罪嫌，那查证是事实，会移送检方侦办。那彰化县是连续第3天零确诊。我们连续第3天是新增病例是0那我们累计确诊人数还是在251人，核酸检测阳性率是在0.56。彰化县卫生局长叶冠彪表示，虽然连续3天无新增加的个案，居家隔离的人数嘛有在降低，不过也是要持续主动来监测，甲有可能的传染链总找出来，对抗疫情永远都是爱量早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讲到全世界染到武汉肺炎的死亡人数，到17为止已经有400万人死亡。为着要控制这个疫情，世界各国拢伫咧开发疫苗。美国也已经开始研究会当对付武汉肺炎初期感染的药啊，若准顺利，上紧伫年底就会上市啊。全球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17已经有400万人。疫情死亡的人数达到200万人的时阵，是经过1年的时间。不过，为200万人增加到400万人，是敢若经过166天尔。这显示疫情是有偌尔吃力。美国白宫17个疫情记者会，邀请国家过敏甲传染病研究院院长福奇对外宣布，拜登政府投入32亿的美金做防疫抗病毒的计划，要加速研发抗病毒的药啊，甲相关的疗法。除了对抗新冠病毒，嘛要对未来量早做准备。Antivirals can and are an important complement to existing vaccines, especially for individuals with certain conditions that might put them at a greater risk. For those whom vaccines may not be as protective, we know that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are immunosuppressed, in which vaccines, at least initially, may not give an optimal response. And it also adds a line of defense against other unexpected emerging things like variants of concern that we are currently dealing with, including 研发新冠病毒治疗药资金的来源是国会伫3月份通过1条9000万的美金美国救援计划。根据了解，默沙东、辉瑞甲罗氏这3间药厂拢正伫进行相关的研发，临床试验若有顺利，上近年底就会当上市。福奇讲，新的治疗药会当预防重症甲死亡。
特别是食的药啊，会当互患者伫咧感染初期的时阵伫咧厝内使用，这是对抗疫情真强的武器。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有的2礼拜内就会当豆豆无症状，恢复正常的生活，嘛有人出现长期慢性的问题，亲像是喘气有困难、疲劳、焦虑甲忧郁。目前美国、英国、意大利、德国甲瑞士等等的国家，拢小连续对新冠长期症状的患者设专门的门诊甲疗程。以瑞士做例，伫咧苏黎世山顶的一间疗养院，19世纪的时阵，为着迄落的病人所成立的。目前收治新冠肺炎长期症状的患者，院内150病的病床内底，就占5%至10%的数量。4礼拜至6礼拜费用，差不多是17000到25000块瑞士的钱。瑞士大部分的私人医疗保险，嘛拢有支付这条开销。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纽西兰的总理伫10月奥克兰带头注头一档辉瑞疫苗，而且也宣布讲，伫咧年底进前，希望全国民众拢爱去注。若讲到香港的部分，有生理人赞助奖励，若种有注过2档疫苗民众会当去参加抽奖，是来抽上千万的注。若讲到尼泊尔部分，因是印度暂停出口 AZ 疫苗，因为政府也来赶紧批准使用中国的科兴疫苗。纽西兰总理阿尔登18日伫奥克兰马努里华疫苗注射站注第一支辉瑞疫苗。Need to be a role model and just demonstrate that it's safe, that it's effective, and that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everyone's vaccinated when they have their opportunity. 纽西兰因为防疫真好，互国际俄罗斯防疫无发生，毋过国内疫苗注射率刷落伫咧别个国家，全国500万人口当中就11%人注第一支，而且目前只有批准使用辉瑞疫苗。政府伫17日宣布，为7月1日开始，替60岁以上老大人分批注疫苗，按算伫年底进前，替全民隆重注疫苗。香港因为民众注的意愿真低，港府找找商界协助提供诱因，有建商捐出价值千万港票的豪华主题做奖励，也有人捐出金条。电动汽车特斯拉甲手机这奖品开放予18岁以上注完2支疫苗民众抽奖。香港即马阁有数百万剂的疫苗，即要过期，团出是要捐出去。尼泊尔驻香港总领事馆已经提出申请。कोभ्याक्स फेसिलिटिजबाट प्राप्त हुनुपर्ने अब फेसिलिटी चाहिँ हामीले अलिकति लिस्ट प्रायोरिटीमा पर्यो कि भन्ने जस्तो हामीलाई अलिअलि भान परिरहेको छ。尼泊尔国内疫情虽然慢慢转好，不过前一摆用要互规个医疗体系崩盘。虽然伫今年1月展开全国注疫苗，却受到印度暂缓 AZ 疫苗出口，面临无疫苗通用。政府伫6月初批准中国科兴疫苗紧急使用授权，即卖也想办法要买更较侪疫苗。根据 BBC 报道，纽澳、日韩甲台湾等亚太国家宣告封锁边境，守住第一年疫情。不过今年以来变种病毒传播真紧，政府无买充足疫苗，民众阁对疫苗安全有争议。反倒转来，欧美各国已经慢慢接近中期经济。专家也点出，伫后疫情时代，政府甲百姓爱会晓甲病毒共存。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讲到狗仔的鼻仔是真灵，伫泰国就有研究人员伫咧做研究，讲拉布拉多这种狗会当鼻咱人的臭汗酸味，就知影讲敢有染到武汉肺炎，而且准确度竟然有95%。泰国排第1的朱拉隆功大学兽医系研究人员，甲一个一个管啊安伫鸡仔顶，引导这几只拉布拉多一个一个去鼻做测试。这个训练其实是真重要，因为将基本的目的是要训练这个狗啊，对防疫人员入去社区，找出疑似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研究人员认为讲，感染者毋但可能会鼻无芳臭，伊若流汗，嘛有可能甲其他的人气味无共款。这个时阵，就会当靠狗的好鼻屎来协助这个防疫人员。而且狗的鼻仔袂去吸着梘粉，也若新冠病毒嘛较袂伫因的呼吸道生存，所以毋免烦恼即几只狗啊会去得着新冠肺炎，或者是传播病毒。研究团队为校内甲校外的志愿者分数等收集1000多份流的罐的梘粉，训练这个狗啊会当找出疑似感染的患者。因讲狗啊找出确诊者的准确率有甲95%以上。เขาก็เลยบอกว่าพอเราเพิ่มทางเลือกตรงนี้นะว่าวิธีทำเป็นแบบนี้อธิบายให้เขาฟังโดยการที่เอาสำลีเนี่ยใส่เข้าไปใต้วงแขนเพื่อเก็บเหงื่อตรงนี้แล้วก็มาส่งห้องแลบแล้วก็หาเชื้อเพราะมันมีความแม่นยำ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สะดวกแล้วเราก็ไปอำนวยความสะดวกเขาถึงที่เขาก็เลยพร้อมใจมา不过防疫人員跟研究團隊要是有其他煩惱嘅代誌โดยมีหลายอย่างที่มัน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ของเชื้อไวรัสครับมันสามารถกลายพันธุ์ไป
กลิ่นมันก็มีเปลี่ยนเพิ่มมีเชื้ออะไรหลายๆอย่างเพิ่มไป Here in Thailand we have spicy food and all seasoning. We don't know that whether these will affect the sniff of the dogs. 另外，要运用拉布拉多来分担防疫工作，嘛有一寡限制。个别医疗人员会当加班，不过这个狗仔是无法度加班。研究人员讲，这个狗仔逐工固定伫个晚暗5点的时阵食暗顿，所以4点50分开始，因就无法度专心做工课。若暗顿食煞，就是休困时间。若要叫这个狗仔加班，是免少想。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今仔日的 AM 新闻有替咱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各县市本土病例数量。今仔日有187个本土病例，有21个人死亡。各县市的部分，新北市有76例上介严重，台北市有71例，苗栗县有26例，桃园有6例，基隆有4例，台中有2例，花莲和新竹县拢是1例。咱台湾目前已经有13771例咯，本土病例部分也已经有12556例，目前累计到达有518个人死亡。根据着卫福部的统计，因来公布去年10大死亡原因，感情永远是排第一，而且是连续39年拢排伫第一。不过今年的感情时钟有慢3秒钟。另外，去年的死亡率降低1.3%，卫福部也讲，可能是民众大家拢是接洗手、挂嘴暗有关系。109年固定死亡人数173607人，比前一年降1.3%，是最近11年来第一摆负成长。10大死因依然是癌症第一，另外依次是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事故伤害、高血压疾病，由去年第8名升做第7名；慢性呼吸道疾病降做第8名。因为有防疫意识，慢性的呼吸道疾病甲肺炎死亡人数拢比前一年降10%。勤洗手啊，戴口罩这些部分，其实对于增进我们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啦。所以这部分整体而言，是因为那个国人同行防疫的原因。109年有5万多人因为癌症死亡，10大癌症死亡率当中，肺癌依然是第一，第2名是肝癌，甲前一年比，前列腺癌排名第6，升做第5，口腔癌是降做第6。胸腔科医师提醒肺癌早期尽快发现有家族史，或者是食粉高风险的人，建议爱体检。这几年研究空污也是重要的致癌因素。他们口罩帮忙不是很大，所以原则上就是空污厉害的时候，要避开空污比较厉害的地方，要选择那个空气好的时候，那个空污比较少、AQI 比较好的时候才出去活动。去年癌症死症也是11年来第一摆变慢，平均每10分30秒有1个人因为癌症死亡。不过卫福部分析，这是非常细下降，并代表出事是往下。民众爱是注意自身健康状况，定期检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林管处有资深的巡山员暗中伫咧帮助山鸟鼠偷测查，落尾经过调查，找到证据，才甲这2名嫌犯起诉。林管处表示讲，姓陈的巡山员去年就因为乌西顶罪去互记告，目前是停职交大。来到4号的主险位在屏东大所在，怪手挖出29丛的七里香加6丛的双黄鸡，其中有1丛的七里香有屏东林区管理处专用鉴定，鉴定了后证实是国有林班地的新林主产物。其中一株的七里香，经林管处人员用金属探测器检测，那里面有1根林管处所铸造的钢钉，无成2人涉嫌重大，已经向屏东第2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警察追查发现，主嫌甲屏东林管处一个姓陈的资深的巡山员往来真密切。3月，再发动搜查，佫找到9丛的七里香加8丛的双黄鸡，比对了后也是同一个所在产物。检方怀疑姓陈的巡山员暗助主嫌盗取林木甲山椒，虽然互伊好认，也佫比对伊甲4号主嫌的通联记录，也有证人的讲法，也是甲这巡山员来起诉。2人最后被裁定收押禁见。上次已经记了一大过，就是针对其他案。那审理法的部分，我们就是会再召开考纪会，再去做讨论，再去做处理。
林管处表示，该员涉犯贪污罪，去年5月底已经停工停薪，并且记一段稿，至今也无复工。涉犯新刑法的部分已经伤害林管处形象，不过爱一审判决了后，才有明确的处理。也不过强调，孙山员为了保护山林，拢真努力，希望外界莫因为一个人做唔对，就无看到其他同仁的辛劳。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邮政产业工会讲，过去政府甲因叫防疫国家队，不过因即马已经有13个人确诊了，而且中华邮政对防疫的态度是极放放，政府也无伫咧管。工会要求讲，即马上介重要的就是，互邮政人员赶紧做疫苗，防疫规划也着爱赶紧做。时间太久，所以我们募集而来的，现在就是这些东西，我们不稀罕。出力甲防疫国家队的种种设置的涂骹，国家首日方的感谢会掠掉。台湾邮政产业工会遐尼受气，因为因认为中华邮政对防疫无积极的作为。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13位同仁确诊，是所有交通运输行业里面最多人确诊的。我们的局方呢，他对于这一块所谓的确诊之后的一些匡列再去做快筛，再去做筛检的这一些提报都相对的保守，为什么？他们因为怕影响到我们的人力。工会提出3个诉求，要求政府爱补助第一线的人员甲装备，嘛爱建立体检、隔离指引等等的防疫作为。上重要的是爱甲邮政人员列入第3类的疫苗接种对象。现在被归类为第7类对象，但是我们不论外勤同仁、内勤同仁，都频繁大量的跟民众需要做面对面的接触，没有办法避开这些接触风险。因此，我们希望政府可以把我们的顺位调整为第3类对象。向我们的主管机关交通部表达希望能够争取能够优先来施打疫苗。那么交通部也我们的请求也转达给我们的中央，这个其实也有好的消息传过来。大概在不久的未来交通部就会把中央所核配的疫苗来拨给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在等候我们上级机关的通知。工会讲，过去政府讲因是防疫国家队，但是即阵煞甲邮政人员等伫咧边啊。工会呼吁政府莫阁回避问题，阁发一寡无用的物件，根本就是咧食邮政人员的豆腐。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高雄今日传出排伫咧第5顺位的矫正署人员，这2天已经开始做疫苗啊。矫正署表示是各地方的疫情指挥中心的安排，市政府也讲因为疫情的关系有量早安排，才会对高雄市内矫正机关982名工作人员快筛阴性了后，甲因做疫苗的。就算讲外口当得落雨，民众也是陪亲人来做疫苗。高雄队6月15开始去社区内底替民众注射，6月18开始替82岁以上的老大人做疫苗。但是原本排伫咧第5队的矫正人员，即马煞风声讲已经开始咧做。接到卫生机关的通知，在我们的建议的算是接见室的地方。针对这件代志，矫正署无愿意接受访问，高雄监局嘛干那简单回应，讲会遵照安排。我觉得这不叫做特权，这是因为第一就是因疫情的需要跟需求所做调整，第二就是说为了不管是每个人都有人权为了让台湾的疫情能逐步的控制下来，还是要分层然后来施打啦。那国民都已经有这个缴税的这个义务嘛，那我们权利也是应该要先顾了。我觉得大家应该一视同等啦。对原本的第5顺位提早到第2顺位，有民众是认为讲，照时势来调整，对抗疫情才有帮衬。不过嘛是有人认为讲，应该照顺位来行。市府证实，因有要求辖区内底矫正机关所有的工作人员982个人去做快筛，确认是阴性了后替因做疫苗。但是早起无接受访问，敢用书面说明，讲因为矫正机关的人真多，而且拢大做伙，接触的风险真悬，才会超前部署。另外，高雄市府嘛表示，因为中央有公布6月15开始，会当开放第1类到第6类的对象来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着劳动部的统计，目前全台湾有6000个人伫咧放无薪假。劳动部今仔日放令安心即时上班的申请条件，只要满15岁国民或者是有合法居留的身份的外国人，拢会当来申请。一个月上侪会当做80点钟，通好领到12800块，也会当补助1年。伫咧头一批当中，都有24000个块。你以前有做过安心即时上工吗？台北内湖就业服务处人员的手无停过，卡来问安心即时上班的人，高一日就几十个。劳动部伫咧18放令申请的条件，申请日一档内无限制投保的资格，满15岁公民或者是合法居留的人士拢会当请。逐个月工时上最80点钟，1点钟160块，一个月上最通领12800，补助的期限对半年延长到1年。准若工课有过接触的风险，也有防疫津贴，一个月上最2000。我是感觉袂歹啦，就是讲有的人啊，伊可能兼职啊来遮做啊，公家机关啊因的防疫嘛做了袂歹啊。去年大概4月20号的时候，因为公司的缩编，然后所以就被资遣，然后大概找工作找了快半年多，然后就业中心小姐就有找上我。安心即时上班的课，主要汇集中央甲地方政府机关的需求，工课包括拼环境、起资料、送公文、伫第一线帮体温、厝酒精等等。目前阮是大概传24000个第一波，因为阮去年较早38000个左右，咱即摆公布了，就是大家会来。桃园苗地区将提供约4000个工作机会。民众可至台湾就业通网站线上申办或邮寄传真。去年捌请过的民众也会当累积工时继续来请，计划到明年6月30就会结束。记者张君豪、洪敏珍、林玉凯，新竹台北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学生囡仔无法度去学校，着老师发警讲，真侪囡仔因为无法度甲朋友见面，心情受到影响，甚至学习的效果也无讲介好。学校是特别呼吁家长，唔通干那要求囡仔考级，爸阿母也着爱陪伴囡仔。囡仔伫电脑头前贴杯啊，表演互其他的同学看。伫上课还有半点钟的时间，老师提早互学生来网络顶做伙开讲。我觉得也不能因为说我们要在家休息，那就怎么讲舍弃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这一段。孩子们他在表演笑话啦，或表演叠杯，他其实就是一种他表达能力的一种展现。那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是说，在线上课程也能够去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嘉义市金中国小的老师发现，囡仔因为无法度上课，甲朋友做伙，心情加减受到影响，就惊会影响到学习，所以拢会伫上课进前，先互学生来开讲，分享逐天的生活。他们老师有给很大的空间，他们也会把自己想跟同学分享的列一列，礼拜6急着要跟同学分享。我提早上线的话，其实是给他们一个互相互动的一个平台，然后也顺便知道一下他家里的琐事状况，孩子都会无意间流露出来，然后就可以顺便提一提、说一说这样子。袂当上课这段时间，囡仔失去甲同学斗阵的机会。父母正做规工陪伫身边的人，学校表示，家庭生活中的教育甲陪伴是学校学袂到的物件，嘛是停课这段时间当中，家长要来好好思考的所在。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全国当咧施行3级警戒，有真侪场所拢无开放。各类公共资讯图书馆要和真侪平台合作，推出线顶借册服务，而且是用目前正受欢迎的电子册，咱做伙来看卖。因应新冠肺炎的3级警戒，各图书馆、平台拢释出电子册借阅服务。各类公共资讯图书馆伫这段期间，嘛针对防疫踮伫厝内民众提供相关的线顶资源。民众宅在家防疫的话，他最需要的就是讲，逐天爱煮，逐顿爱煮的时阵，所以我们就会推跟那个他宅在家就能随时可以看的食谱相关的，或者是吃的部分的健康相关的书。那另外的话，譬如说，宅在家也能好运动相关系列的那个书的推播这样子。各类公共资讯图书馆表示，今年1月到5月和去年同期相比，电子册借阅数量成长45.5%，借阅人次成长52.7%。
其中5月的电子册借阅数量，甲去年5月比增加70%。另外，电子册出版社也有明显的变化。最近这几个月来讲，电子册颠倒是伊的量会变大。啊，大家拢甲较早做过册摕出来做电子书嘛。啊，较有趣味的变化就是讲，伫个学生高三还是国三的学生都会考量，都开始发生疫情嘛。看排行榜啊，拢是较小漫画啦、小说啦、写真集啊，占据了电子书的排行榜。这几档因为阅读形态改变，加上疫情影响，电子册有愈来愈受欢迎的趋势。各大图书馆、借阅平台除了电子册，也有电子杂志、电子报纸、线顶资料库、影音平台等等的资源提供借阅。希望疫情期间，民众伫厝内也是当享受多元的阅读体验，满足阅读的需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8度到37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2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1度，北部地区对27度到35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